開始一個。好，嚟一次啊！5、6、7、8，準備入副歌，開門，打開大波浪，落去hold 5、6、7、8，然後坐凳仔坐，站落車1，站落車2、3，去4，去5、6，潛水7，起8、10。然後咧，我哋呢個咧再掹雞髀掹1，雞髀2，揼膊頭3，去4，再嚟掹雞髀收7，去8，咁全部都係向後嘅時候，揼一揼你個膊頭，翻嚟，揼一揼你個膊頭，翻嚟。咁然後我哋加埋隻腳仔，隻腳咧就好簡單啫。咁我哋向到你右邊做嘅時候咧，咁就幫我拎我哋嘅左腳出收，左腳出收。咁我哋身體個少挨前，胸前起直，胸前起直，再嚟胸前起直，胸前起直，加埋成個 step 就係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後就打開手推落去，起身摸腳仔上翻嚟，然後啦摸到肚腩位置之後咧，佢有4下唞氣聲嘅，嚇嚇嚇嚇，呢4下唞氣聲就全部俾小朋友自己發揮4下動作嘅。咁呢個就已經講咗俾小朋友知嘅，咁佢就自己諗 step 啦，試一下。